特區政府喺新一份嘅施政報告入邊提出啦，綜合施策提升社區經濟嘅活力，亦都要助力推動咧中小企商戶嘅提質發展，帶動旅遊消費等等。社會咧對於政府重視推動經濟發展咧，抱有唔少嘅期望，亦都期盼咧可以落實到咧呢啲嘅措施。首先咧，當局係應該積極咧去開展啦，同埋優化唔同類型嘅一啲社區嘅促消費活動。今期嘅2025年社區消費大獎賞同埋開展多元旅遊活動社區項目引客同埋帶動咧消費方面啦，今期嘅消費大獎賞咧將於好快就會結束。根據當局嘅資料咧，截至5月4日咧發放咗嘅電子優惠總額係1.8億元，亦都聯動咗全澳嘅消費額6.4億元，睇到會有一定嘅帶動作用嘅。社會就期盼咧，當局都好好檢視呢啲活動嘅成效，如果能夠延續類似嘅一啲優惠活動嘅時候有所優化，例如延長佢哋可以使用嘅優惠時間，亦都要檢視新增嘅長者立減優惠措施個使用情況，做多啲嘅措施咧，去舒緩居民嘅生活開支壓力，亦都要吸引人流咧，提升社區嘅活力同埋促進消費嘅。其次，強化舊區嘅活化工作，有效帶動中小企同埋居民參與，改善舊區城區嘅環境同埋配套。當局提出嘅6大片區活化計劃咧，以及打造各具特色同埋吸引力嘅片區，重點就係聯動6大綜合度假休閒企業，用以大大小嘅方式去做旺片區，咁並且係支持中小企嘅參與嘅。計劃推出以嚟咧，相關嘅企業亦都睇到係投放咗唔少嘅資源去推動項目，部分嘅片區咧亦都運作咗一段嘅時間，但係都有部分嘅地點咧，基於佢嘅環境同條件嘅局限，例如需要翻新硬件設施或者周邊嘅交通配套咧不足啦，亦都進度咧比較慢嘅。各個舊區嘅活化嘅成效咧係有差異。早前當局提出咗6大片區嘅活化工作咧，將會由經濟財政司去主導，計劃咧喺社區商圈嘅定位上面去推動。建議政府咧係需要定期檢視而家各個片區活化嘅計劃嘅成效，包括喺帶動人流啦同埋中小企參與發展方面嘅作用，以至於其他方面嘅效益。並且咧要同參與聯動計劃嘅企業充分溝通，即時咧去調整項目同埋活動嘅內容，要更加貼合市場嘅需要同埋分區嘅實際情況，加強片區同埋社區商戶嘅引流同埋互動作用。當局咧亦都要充分去發揮跨部門嘅協作，針對片區入邊硬件或者配套不足嘅情況、交通不便以至牌照處理嘅問題，要盡力協助企業去解決，以更好咁樣咧開展社區嘅活動。第三，加強大型活動同社區嘅聯動效應。本澳建設演藝之都同埋文體產業嘅建設同發展呢，都係有利於吸引訪澳嘅人流同埋帶旺經濟嘅。但係咧，目前基於我哋好多場地嘅限制，譬如容納人數、噪音、交通等等嘅元素咧，我哋呢啲大型嘅表演場地同埋項目，多數就集中咗喺路氹城區。建議喺舉辦體育啦、演唱會啦、大型藝文活動嘅契機咧，去加強社區聯動元素同埋宣傳。例如咧，參考唔同嘅地區，佢哋會用一啲卡通人物等嘅品牌展覽，同時咧都會開展一啲其他社區工作坊嘅活動，推動中小企推出聯成產品等等，以唔同嘅形式去結合本澳嘅歷史、文化、夜市等嘅元素，去進一步促進休閒企業同中小企嘅合作，吸引更多嘅客群咧係走進社區消費嘅。此外咧，當佢亦都咧主動或者係鼓勵優企同大型活動嘅主辦方，佢哋去推出激活社區經濟嘅方案，聯動優企、酒店、旅遊業界中小企，讓到參與文體活動嘅觀眾，佢哋去譬如有一啲消費嘅折扣優惠啦，社區嘅其他嘅項目啦，將人流引進本澳嘅其他社區，延長旅客嘅逗留時間，激活社區經濟。我哋都好期望啦，當局推出更多咧促經濟同埋惠民措施之下，進一步引領社會開展多元化嘅旅遊活動同埋社區項目，優化街區嘅配套，逐漸咧去展現本澳多元發展嘅特點，亦都起到提振社區經濟嘅積極作用。